來看，這個日本的導演真有名哦，就是福加達科治。伊新的電影叫《Nagi Notes》，就是這個日記的意思啊。在坎城影展舉行世界開放，其中有一個特別的，就是張我這音樂聲，大家一聽，竟然是台灣歌手鄭宜農在電影當中所演唱的《路邊開花》。這曲製作人依然是台灣知名的配樂師李佩琴。另外，現場也閣會當聽到《天烏烏》這曲的。第79屆坎城影展第4天，日本導演深田豐司摕新片《奈義日記》到位，演過紅毯的歌聲真熟悉。原來這是台灣歌手鄭宜農為這出影片演唱的主題曲《路邊開花》，導演嘛親身填詞。這個新片的配教師嘛是台灣的配教師李佩琴，更加有聽到台灣的童謠《天烏烏》。這屆坎城影展有真儕亞洲名導演的作品，除了深田豐司，伊就靠聲出名的南韓導演羅紅錦，日本新一代棋手濱口龍介攏有炸新作品來。因為 AI 技術愈來愈發達，嘛變成這屆坎城的焦點。I think the reality is that to resist, I always feel that againstness breeds againstness. Demi Moore 是這屆坎城評審委員，伊講電影產業無應該拒絕 AI， 伊認為對抗會失敗。不過這位導演對 AI 嘛有話要講。でも AI である種の絵を描こうとする、動画を作ろうと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、そのいわば過程をすっ飛ばして、いわば結果をこう。除了這以外，坎城為了紀念《玩命關頭》上映25週年，舉行特別的放映活動。馮立碩嘛帶已經過身的查甫明星保羅沃克的查某囝行上紅毯，和這場速度甲激情的回顧嘛加一份致敬甲懷念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